明唔明白當中嘅分別呢？尋找係一個被動乞求嘅姿態，你將你人生最重要嘅決定權交俾運氣，交俾外界，交俾一啲未知嘅存在。你係一個被上帝揀選嘅信徒，但係宣告呢個字係一個主動創造嘅姿態。你唔再係等待，你係喺宇宙嘅中心，用你自己嘅意志去全世界宣佈我決定我嘅使命係啲乜嘢。你由一個信徒變成一個同上帝平起平坐嘅共同創造者。你可能會問 Manson， 究竟我可以點樣去宣告呢？我應該宣告啲乜嘢呢？我完全冇頭緒喎。非常之好，你問得到呢一個就證明咗你係有腦嘅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解決嘅問題。我哋唔係要進行一次占卜，我哋要進行一次神聖嘅工程學。我會俾一個3步嘅天命設計藍圖你，一個可以讓你由零開始有系統地去設計、去宣告嘅人生框架。呢個框架由3個核心元素組成，就係你嘅敵人、你嘅武器同埋你嘅理想世界。